閱書堂自學時間小遊戲。喺閱書堂上堂嘅小朋友，除咗學習課堂內容之外，仲可以喺自學時間入邊玩唔同嘅益智遊戲。上次我哋分享咗穿洞洞，今次我哋分享夾衣夾嘅遊戲。遊戲方法，呢個遊戲需要家長同埋小朋友一齊互動嘅。小朋友問：樹上有幾多個蘋果？家長回答一定數字之後，小朋友就要將相同數量嘅衣夾夾喺相應數字嘅紙碟部分入邊。遊戲成效，透過呢個遊戲，第一可以訓練小朋友對數字嘅敏感度，第二可以有助加強手指嘅力量同埋靈活性，間接提高小朋友握筆嘅控制能力。今日我哋都會同大家一齊製作道具，你哋準備好未啊？道具製作，首先我哋要準備一個紙碟同埋少量衣夾，然後打印一啲比衣夾大少少嘅蘋果，並且剪出嚟。之後就將呢啲蘋果貼喺衣夾嘅前端，跟住用線將紙碟分成4等份，並且喺每個部分入邊寫上數字1至到4。最後喺紙碟中間畫上一棵蘋果樹，以及寫上樹上有多少個蘋果嘅問題。遊戲道具咁就完成啦。除咗小遊戲之外，閱書堂亦有提供一系列趣味寫字小練習，俾小朋友喺家中自主學習，內頁繽紛有趣，將文字嘅筆畫同埋筆順融入其中，等小朋友可以愉快輕鬆咁樣掌握寫字嘅樂趣。如有興趣，快啲嚟我哋閱書堂嘅 bookshop 訂購啦！我哋將會推出更加多嘅分享，記得關注我哋啦！